这地，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有待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好的，谢谢大家。会后就是牧师祝祷完会唱第一首，然后就只有唱完整一遍主歌跟第一次的副歌而已，就是第一遍，不是嘿嘿哟的另外一遍。对，就这样就结束。喂，谢谢大家，15分的时候再10分、12分的时候再回来祷告就好。他一点高音都没有，你看有没有？有没有？一点高音都没有。哈哈哈，比哈，好，伟凤，这一支麦克风，帮我高音，帮我中频跟高频都再开。My God had to hit those 完全弄 pillars. 无关声。喂，哈啊哈哈哈哈，有比较多一点，再来。更多，有再来，更多。喂，哈哈哈哈哈哈哈，有了，有比较多一点，有没有？声音出来了，那个给音弄不去啊，关音弄不去啊，对啊，所以那个什么唱都唱不出来，这样可以的了。好，谢谢。不要，再下去就变鸭子了。喂，哈，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人。这个速度。
微风，Eddie，music，background music。
3，1、2、3，对，1、2、3，麦克风试验，1、2、3，1、2、3 ，1、2，1、2、1、2、3 ，OK， 监听，我的监听这样可以，1、2、3。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虽然我们第一场现在人数没有很多，但是2、3人奉主名聚集，主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主的复活，使我们有力量能够面对我们的未来。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我深知道，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耶稣活着，使我们能够对死亡不再惧怕。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过。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因着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能够面对未来。所以当我们在生命结束那一刻，我们能够成为有永恒盼望的。所以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在今天主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节庆，我们用信心来宣告主与我同在，直到永远。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慈爱、公义、怜悯的主，你是拯救我们到底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主啊，因你的慈爱长阔高深，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恩典跟慈爱。哈利路亚。
主，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罪所要承担的罪价，就是死亡。主，你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且胜过死亡的权势，让我们跟随信靠你的人有永恒的盼望。虽然面对疫情这瘟疫的流行，但是我们靠主，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的平安，我们不再过于惧怕。愿你来制服，也带领我们透过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来祝福、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我们要为了我们国家执政掌权的能够同心合意。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不安全这一些超级强国不安全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台湾比国外还怎样还安全那我们感谢主在最近这几天的疫情就是1例、2例、3例这样那我们比照国外这一些的国家，我们看一增加就是好几百例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口罩在这个够用，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切防疫的措施有这些执政掌权的有智慧，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改变这一些的缺失怎么样购买口罩更顺利等等这一些，也为着我们台湾的百姓能够感恩知足那我们一起为我们城市国家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来，谢谢你。主，我们为了台湾来祷告，特别最近我们看见台湾在全世界被看见，虽然也有被攻击，但是主你的恩手一直在护卫着台湾，护卫着这块土地，护卫着你的子民。虽然敬畏你的人是少数，但是当我们合一聚集，同心祷告，为这个国家城市来祝福来祷告，我们才能够安舒来过我们的日子。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台湾也能够成为全球的祝福。主啊，让台湾也能够真的是在国际卫生组织上面能够有一席之地。主啊，让我们被攻击的过程当中，主你是公义的，你自己必为台湾来伸冤。主，我奉你名来祝福我们执政掌权的，能够敬畏你，有智慧来拟定这些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安居乐业。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着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身心灵的医治释放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床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我们要为着我们身心灵特别是在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感情、婚姻、产业，特别在我们的工作事业，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很多人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我们也为着后来有5月有学测那我们恳求主给这些年轻人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为着我们跟家人、跟同事跟我们所接触的福音朋友，我们有美好的关系。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或者是代表你的家人，我们一起来或者奉主的名所按在你病痛需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医治、释放、供应。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来聚集。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圣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主，谢谢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来释放我们，涂抹我们，让我们身心灵要得着自由，灵魂体要得着兴盛。主，我们奉你名捆绑一切这些瘟疫离开我们。虽然有1000人扑倒，有万人在我们左边跌倒，但是主你的保护看顾与人与敬畏的人同在。主，我们奉你名一起来宣告：主，你是我们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奉你名来宣告：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我们的神。主啊，你是耶和华以勒，是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神。主啊，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用信心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来支取你属天的供应，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成为敬畏你的人所拥有的。奉你名来祝福，捆绑一切这些的疫病离开我们。主啊用你的宝血来四面保护看顾我们，不受这一些的疫病所影响，也除去我们内在一些的害怕。因为害怕使我们软弱，害怕使我们的防御能力被除去。奉你名，求你护卫着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不再惧怕。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我们一起要为主日来守望。我们今天到复活节，我们来见证主的复活我们为主来守望，一起用主的话语来宣告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们的主是随时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是能力给我们的我们为着我们跟主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使我们能够从天上从主那边支取他的能力跟权柄，也为着在庆祝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日子，我们可以大胆的跟人宣告说：主已复活耶稣爱你们，耶稣也赐给你们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也有继续有属灵家长的训练，我们为了成人牧区来代祷，我们透过小组的聚集神依然护卫着我们，也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能够防护有做好适当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来保护我们免于疫病的感染。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说：主啊，主啊，你拯救我们，主啊，你护卫着我们。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从施恩座赐下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供应、你的医治、你的释放，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哈利路亚！主，我们站在破口当中，我们守望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宣告主已复活，胜过死亡一切的权势。哈利路亚！主，我们宣告，主你是我们主，主啊，你是我们力量，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胜过死亡的权势，让一切羞辱、害怕都从我们当中来除掉。
主啊，最重要，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多结果的门徒，也奉你名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凡祷告祈求的，主你必垂听，你必应许他们。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主啊，我们一起这样祷告宣告，也奉你的名一起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马太福音21章9节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在今天已经复活了，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要一起欢喜快乐的，我们要来敬拜他。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呦，嘿嘿呦，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嘿嘿呦，嘿嘿呦，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掌声、我们的欢呼都要献给我们的复活主。
我们的主在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继续来歌颂，我们要继续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拍手。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今天仍活着？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今天仍活着？复活的主，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同来欢呼，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已经完成他伟大的救赎了，他是我们复活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为自己来做一个祷告。在现在的世界当中，在现在的疫情当中，也许我们有多了很多休息、很多空闲的时间，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要知道，当在我们休息的当中，神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君王就在我们这里，就在现在，就在你的旁边，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一起为自己来做一个祷告。谢谢，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将你的救赎放在我们身上，使你的孩子能够得到这白白恩典的救赎。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而生，你也为我们而死。主，谢谢你的救赎，赞美你，赞美你。一起来唱。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
谢。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里。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更多来说君王。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里。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里。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里。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宣告，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地。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何塞那，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主你就在这里，主你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主你就在我们心里。主啊，当我们心里邀请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主啊，我们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没有一位救主为人付上生命的代价，唯有你。主啊，唯有你从死人中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唯有你从那尊贵的身份降卑自己，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生命。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你是唯一的救主，你是天地万物的拥有者，你掌管万有，万有都归于你。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在主复活的节庆，我们一同欢欣献祭，愿你来悦纳我们的赞美。
成为馨香的祭，让你来接纳，愿你来赐福，也将你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真理，在我们灵里面完全可以得着自由。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我们今天是庆祝主耶稣复活的节庆战胜死亡的权势，在第2场台礼拜会举行这个赞美礼拜会后我们也会分发这复活蛋象征主耶稣复活所带来的喜悦跟盼望。所以我们在3楼在2楼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领取这样的一个红蛋下一个，我们因疫情的关系我们主日的聚会改为分流照着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超过100人，我们就分流到其他的楼层我们按照的这个标示来做那红点做满就请我们移到4楼来聚会。那我们进入教会，我们遵照教会的这一些的规定我们有消毒请戴口罩，因为如果有戴口罩，我们就比较不会受限在1.5公尺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的这样的一个受限。但是我们还是用注意一下，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距离如果超过体温37.5度请立刻就医那我们配合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导引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下一个我们在5月3号会举行圣礼典如果要报名受洗的，在4月19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属灵家长的训练今天还是继续直到5月3号下午1点到4点，在701的教室如果要补课是复习的，请自己带你自己的课本及新的开始。我们既要真理顺延到下个礼拜开始那下个礼拜到5月17号时间是早上8点45到10点地点在401教室。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新冠就所谓武汉肺炎新冠状肺炎的期间不便来教会奉献的那我们可能在现场或者是现在你在线上观看的那我们可以透过教会的奉献账号进行线上的这个奉献我们在奉献的账号可以参考我们周报的第7页。那我们未来也会可能透过 Line Pay 透过什么这些，我们一直在研究有哪一些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很便利来回应主的恩典那如果是非11奉献的请告知指定奉献内容跟这个金额。你可以像牧师每个月我都是透过信用卡，就是时间到了他直接就扣了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如果有在刊登上遗漏的请我们通知会计李梅干事来更正。我们有这些的，目前我们有银行的转账、邮局的划拨，还有信用卡的这样的一个刷卡奉献。那青年牧区我们现在是小组有生命赢家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影片分享这个叫GLS Plus， 就是我们透过这些生命赢家的影片，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灵性上面有所成长，特别是在这个世代你怎么样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邀请年轻人来参与每个主日下午1点半在503的教室4月今天下午是剖析世代的密码这些都是在那个什么领袖高峰会有很好的这些影片特别帮助这些世代的年轻人，不一定是年轻人，我们每一个人像牧师去参加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被祝福好，我们一起来
念今天的金句啊，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2遍，一起来。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马可福音16章11节再次，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马可福音16章1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可以请左右的这些弟兄姐妹把纸袋向中间传，这样哦。那我们的奉献是出于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一起再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生命气息的主。今天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感谢你的救赎是给我新的生命，感谢你的看顾，你的保守，感谢你存留我们的生命，感谢你赐下平安。这是何等的爱，是我一生数不尽的恩典。感谢赞美你的名。现在我们奉献时间、才能、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下，彼此祝福来说：主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的话也是我们的脚前灯跟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在神恩典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翻开在马可福音新约马可福音新约的第2卷马太马可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一章。马可福音第16章，我们要从第9节看到20节。弟兄姐妹，如果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第9节，一起来。在7日的第1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圣所传的道。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奉你名一同聚集，求你开我们心窍，能够明白主的话语，照这样遵行，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门徒。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透过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叫做“真的假的”。每一次如果要问道理之前的面谈，我都会问一个问题：你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假的？有要受洗的，还有不同的答案，你知道吗？我想想，或是我还是不大相信。那我问他说：“你不大相信，那你为什么要受洗？”但是牧师就会从圣经的一些的经文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到底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假的。如果他不相信，有这样的怀疑，就好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经文，耶稣被他们看到了，被很多人看到了，但是当这些见证人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刚才我们读了好多什么？他们不信，对不对？凭眼见，但是心里还是怎样？还是不信。到了耶稣在升天的时候，还是有人。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28章那边也是一样，还有人在什么疑惑。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更难，对不对？因为离耶稣复活的世代更久我们看最近在我们周遭发生了疫情越来越严重那全世界那个确诊的人数也不断在增加但是在4月8号我们这个武汉就解封本来是封城嘛就解封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的人数这个确诊人数大概降到448或越来越少，那很多人就开始往其他的省赶快跑，这样真的假的？您认为呢？我不做回应就自己，所以信仰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你自己去评断那在日前我们看巴基斯坦因为说中国的维吾尔省的自治区要赠送他们一批的这样的防疫的物资，其中就是什么口罩他们接到非常的高兴，对不对？但是接到我们看到日前报道说什么？这个口罩变什么？胸罩所以中国提供这些医疗
我们看到怎么会差那么多哈？本来他们很高兴，然后也没有察觉啊。我想巴基斯坦也是要负责的啊，因为他们没有先察觉，然后就赶快把这些口罩、这些的什么防护衣啦、这些筛检的，我们知道有一些品质都是受质疑嘛，对不对？赶快送到各地，结果呢，哇，一看不得了本来是防疫的口罩变成是内衣、胸罩的罩杯所制作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一些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形状是但是真的假的？有那个作用吗？特别现在大家都在抢什么口罩？你有没有第4波有没有去预约？还没有OK 我想越来我们在生产线上那都足够所以我们可能越来的产量会越多，还有能力去助别人最近我们的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说什么你们从1月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攻击我台湾攻击我真的假的？还有最近有人用台湾人说写这个道歉信真的假的？所以这个证据可能会说话了好，所以今天我们在庆祝复活节庆祝复活节，在2000多年前，离我们大概2020年前左右这样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我们在这边庆祝耶稣的复活，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在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相信是真的吗？或者是假的？我想这个跟圣经所写的一样当时候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还是有不信。我想在今天这个世代可能对耶稣复活的这个事件，这个庆祝，还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心里面都这样讲嘛我就跟着信了，但是内心可能跟这些门徒一样怀疑呢，不是很大的相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透过很多这些见证人的眼睛，我们来察觉到底这个我们今天庆祝了那么久，耶稣复活是真的假是真的或是假的？第一个，我们要从认识耶稣复活有什么样的证据来显示的真假，那这一些有没有什么影响？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耶稣被就是我们认识人，你我被耶稣救赎那怎么样被救赎？怎样回应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有什么样的意义？那透过两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第一个，我们看来自官方的，你知道吗？这些祭司长还有长老们，他们也是超前部署，你知道吗？超前部署什么？在27章你去看一下，哇，那个诱惑人的不是说什么？他3日之后要复活吗？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去找谁？找比拉多，说我们要超前部署那不然派一些兵给我们好去防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描述说什么？哇，一个大石头把它封住，然后又重兵怎样防守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那这些兵丁，当玛利亚他们妇女们要去告诉其他的门徒的时候，那这些兵丁吓得半死的兵丁，他们就赶到城里去告诉这些祭司长，还有这些的长老们报告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看见什么？哇这些天使来，然后把这些大石头挪开然后当时候也有这些妇女成为见证人。当他们去告诉祭司长的时候，祭司长就已经预备好了，你知道吗？有一套的这样的超前部署的谎言，就说：哎呀，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你们就说
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些门徒就把耶稣的尸体把它偷走了然后拿钱给他们，你们就要照这样说你看虽然是谎言，直到今日当时候犹太人当中还流传什么这样的一个讯息这个叫做什么？假消息这是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你一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这个就是假的嘛，但是还是有人怎样，还是有人相信所以我们看到透过这样一个圆谎的超前部署这些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尸体把它夺走了，然后再宣称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看他超前部署预先有这样的一个配套，就好像最近那个谭德赛讲的话一样，好像都配套好了这样说我们台湾都攻击他，然后骂他什么黑什么黑人黑鬼其实我们可能在骂什么？骂陈建州啦黑人他可能搞错了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从这样的一个不同样的观点放出假消息，但是还是有人相信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这些的见证人，我们来看第7日的第一日7日的第一早晨耶稣复活，然后先向谁？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这个人他认识耶稣，这个人他在生命当中他有很多被辖制捆绑的过程，但是因为耶稣从他的身上赶出什么7个鬼所以我相信他很认识耶稣所以他才会跑到坟墓那边。我们看到耶稣彰显他自己复活的形象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什么？第一个现场的见证人嘛好，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过了没有多久，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看到有2个人他们正在谈论有关于耶稣的事件在谈，耶稣就什么出现跟他们同行，然后走了他们还没有发觉耶稣，因为他变了一些的形象然后到晚餐的时候他们在那边一起晚餐，然后耶稣擘饼，耶稣跟他们一起吃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了，然后耶稣向他们解明这些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了。本来他们没有办法察觉说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与他们同在，然后透过他的话语帮助他们能够明白，使他们灵得自由。后来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告诉这些门徒，因为门徒聚集在那边他们很高兴，就好像妇女很高兴的我告诉你们耶稣已经复活了。有一天人告诉你说耶稣已经复活，或者你去告诉你的朋友说没有慕道的朋友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可能我没啥要相信，我不相信。门徒跟随耶稣那么久，但是他们还是忘记了耶稣的话。直到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众人就真的从那个闭门惧怕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怎样欢喜快乐。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谁不在现场，多马，对不对？多马他不在现场，那么多的见证人告诉他，但是他还是怎样？我不相信，除非我亲眼看见，除非我手摸到探他的伤口，我才相信。我们知道后来的情节就是耶稣突然又过了8天，然后出现在他们当中，然后彰显给多马来看。弟兄姐妹，耶稣讲了一句话：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是怎么样？更有福。所以在指谁跟你的旁边说，就是在讲你讲一下吧，就在讲你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复活嘛，但是我们相信，透过这些见证人相信耶稣是复活了，所以我们是更有福气的，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他们当中，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主耶稣怎么样透过他彰显给这些的见证人，让他们来看见
好，所以我们看到从官方的或者是宗教领袖这一方面，另外的就是透过市井小民这些的妇女、男子、女子都有哦。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就遇见了耶稣复活在他们当中哦。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当有这些不同的见证人，第一个是负面的或者是假见证、假消息的，但是依然还在影响哦，直到现在还在犹太人当中流传，说还是有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复活的主。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影响力哦，怎么样影响哦？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记号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参加告别礼拜会用十字架，可能在教堂我们把它视为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记号，但是不要把十字架当成什么，当成偶像在拜好吗？教堂可不可以没有十字架？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因为它只是提醒我们哦。那十字架的记号应该是存留在你的什么心里面哦。如果在野外礼拜没有十字架，就不能做礼拜了吗？当然没有这回事嘛，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就是说，这十字架的记号是恩典的记号，是在提醒我们不断提醒，所以我们会带着就是提醒我们耶稣的救赎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可能躲在里面了哦。那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5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恩典的记号是代替我们，是代替我们受刑罚，是代替我们遮羞是代替我们涂抹这些的罪过。好像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些的生祭来祭祀来帮助我们除掉我们自己的罪。那耶稣透过十字架痛苦、羞辱、刑罚的记号，但是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因着你的信心，让这十字架的记号成为什么？医治、拯救，还有什么？盼望的记号。我过去曾分享，我常常跟一些人传福音哦，那我会观察他身上有没有特别的一些的的一些的饰品，特别有一些女孩子她很喜欢戴十字架，对不对？戴十字架，我就会直接问她，哇，你戴十字架你是基督徒吗？她说不是，我就会很惊讶说，你不是基督徒，那你为什么戴十字架？因为好看，我一看又是钻石的，哇！我就告诉他，你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吗？不晓得，因为好看我戴。我说，如果十字架是一个刑罚、羞辱的记号，你要不要戴？他说我不要。那我就告诉他说，其实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刑罚的记号，是一个刑罚的工具，但是因着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宝血为我们而流，就好像神的羔羊除去我们世人的罪。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十字架我们看到最近常常看到嘛，对不对？哇，这个救护车上面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所以十字架成为什么？恩典的记号，成为医治、拯救、盼望的记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耶稣。但是很重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个记号没有效了，因为他没有救赎的功能嘛。因为他只是为我们牺牲但是没有复活，就没有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是影响我们世世代代直到永恒。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分享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怎么跳掉了成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生命不结果子到审判的时候
哦，到那个时候到的时候要被什么样剪掉？你没生嘛，啊，不能够结果子啊，所以没有办法啊去有这样的一个生产哦。那我们要向耶稣来交账嘛，哈，要向他来交账。所以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啊，在我里面的你们的生命会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结果子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的第5节哦，他说：你们如果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今天在这个疫情很严重，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即使是面对死亡，我们看到有那个神父哦，他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他愿意把这个呼吸器让给其他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叫林什么？林薇很出名，对不对？她也很有智慧结果你去看到最近我们在群组应该可以接收到她爸爸的见证了她爸爸的见证，所以她的算阿公了她的祖父因为有小三所以就出去，结果他的祖母被小三后来好像泼那个热水，后来导致死亡推浴缸就是被害死了，被那个他爷爷的小三害死那后来他爷爷被小三害死那最后这个林薇的爸爸其实他拥有这样的信仰之后，他最后选择什么？饶恕。哇，所以这个女孩子就不一样，你要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她所说的，能够有这样的条理、有智慧来回应谭德赛这样的一个谎言这样的一个假的指控，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也是一样，神使用我们那透过生命的见证，就好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或者其他的门徒。因为他们经历了耶稣的救赎跟复活，本来是躲起来了，但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你们也要在你们生命当中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死亡，我们就不会过度的惧怕。今天即使死亡临到牧师，我也不会惧怕，因为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这个就是我们有这样永恒的确据，所以永恒的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来，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对死亡不惧怕？为什么这些初代的教会的使徒们，他们虽然遇到迫害，他们还能够站在公会，站在这些迫害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不怕死还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殉道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就好像耶稣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样永恒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本来魔鬼以为他赢了但是最关键是他不是要从什么十字架下来，因为有人说什么？你下来，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救你自己你也下来耶稣没有被击到他最重要是要从什么？我要从坟墓走出来
从坟墓走出来更难，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从死亡要胜过他的权势的当中不容易，但是耶稣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认识他，更明白。所以我们在单独会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这位上帝是谁？这位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他是怎样的上帝？如果他没有复活，保罗说我们比世人更可怜啊。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祷告，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聚会，如果耶稣今天没有复活，我们一切所信的都假的，都是虚空的，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来看这段的影片，真实发生在非洲的一个牧师的身上在车祸当中，这个 Daniel 牧师他My car had to hit those 就 pillars, 面临死亡 and I hit my chest on the steering. And I remembered I was vomiting blood. Blood was coming out of my nose. Before I could come, they have already put my husband inside the gasket, and I was with my first son, Victor. So when we reached, I hid the child somewhere so that he will not see the father, because he has been questioning me. I felt that the anointing will be so high here, that the anointing will resurrect my husband. That was what I felt before coming down. Then we found the meeting. Bonke finished. She prayed for people. After praying for the people, I took him to the office. Somebody rushed in and said, "He's now breathing. That is breathing. He's breathing." Now he has started breathing bit by bit, that we should pray. So I and my pastor friend, Pastor Luke Ibekwe, we started praying. The people throng. Suddenly we saw people coming in from the outside. It seemed that the news went in and people started coming in. As people were coming in there, they saw the same man sitting down. So while I was shouting, asking him for help, he said that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go back. He mentioned this, that the request of the rich man in hell have been granted to this generation. I didn't understand it. It was now that I woke up, I read the Bible, I realized that the request was, the rich man was requesting that a dead man should be sent back to the world. So he just said that the request of the rich man have been granted to this generation for the last warning. He said to me that he's giving me opportunity to go back for the last warning to this generation. 或许我们会像多马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疑惑、不信，这是在耶稣的时代。或许我们会觉得说，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耶稣复活，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跟现代有什么关系？但是透过这个见证，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真的复活吗？你相信吗？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位 Daniel 牧师他能够从死亡中复活。我们看到拉撒路也是一样，耶稣所做的不是要让他从病床当中好起来，而是要从什么坟墓当中走出来。一样的，耶稣也这样做了。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诉说有位财主他死亡了，有2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财主，一个是乞丐拉撒路。2个人都死了，但是不同样的一个结果，一个是在什么？在天上，在天堂；一个是在哪里？在深渊，在地狱。所以这个财主就告诉说：“我的主啊，亚伯拉罕啊，我这边很热，你用手指沾点水，可以让我凉一下吗？”但是亚伯拉罕说没有办法然后最后他的要求是什么？不然去告诉我的兄弟吧，告诉我的兄弟，赶快跟他们讲，传福音吧，叫他们相信叫他们相信上帝的救恩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有传福音的，但是信不信是由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到了最后后悔了我们才怎样我们才在
说主啊，赶快哦帮助我啊！弟兄姐妹，我常常就跟这些弟兄姐妹分享这些慕道的朋友，你几时受洗啊？我再等等，等我什么有空的时候，常常就会听到这样。我说什么时候会比较有空？什么时候？弟兄姐妹，躺在那边不动的时候最有空，但是你已经没有机会把握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提到这样的一个结局。第一个救赎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信而受洗的必然怎样？必然得救。有一些人还在等待，还在说我再清楚一点，我再清楚一点。我常常问他们说：你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吗？如果你相信，你接受吧。真理不是一下子完全了，而是透过你相信耶稣基督，开你的生命的心窍，然后你就渐渐更明白。所以受洗只是好像一个婴孩一样，属灵的婴孩，但是要继续成长。那我们在过去读罗马书，我们怎样？因信怎样称义？因信，然后称义完之后成什么？成圣分别为圣。最近我们在群组有传，有可能收到一个影片，对不对？叫天路历程。这很棒的影片，本来要上映了，现在没有人想去电影院嘛但是他现在就是免费给大家看。我觉得那边很有意思跟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有关基督徒的是很有关联，你们可以先看这一出的影片那其他的就是提醒我们，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第二个结局就是什么？不信的已被定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做属灵家长训练，就是要设定对象，要帮助我们的亲朋好友，赶快跟他们分享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喜讯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频传、疫病频传，好像一直在复活说末日在来临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已经在这个过程所以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处有饥荒，有什么？饥荒，有地震，有什么？瘟疫都正在进行呢。但是人有没有开始去思想我的生命下一刻，我的未来何去何从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赶快，你们要赶快我们要成为关键的少数，能够引人怎么样？引人进入到那得胜的名单里面所以耶稣的救赎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样去回应？所以耶稣差遣他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他们被差遣说，我的福音是要给万民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所以我看到弟兄姐妹他们会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到教会能够听福音。第二个，我们看到要领受什么？权柄。耶稣不是只叫你传福音，他会把权柄给你。所以当他教导彼得的时候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怎样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所以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还有呢，奉主的名来赶除这些的污鬼，还有新的方言，其实就是跟天父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第三个，我们看到神迹的彰显在你们当中一定会有看见神迹奇事，就好像刚才那段的影片一样透过布永康牧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布道家他在非洲一场布道会都是几百万人这样我们看到神也透过他，透过使徒彼得、保罗，今天也要透过你我。如果你好好的操练、学习、祷告，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当你奉主的名捆绑的时候，这些权柄就在你的身上，是因着神的能力，不是因着我们自己。但是当你照着这样的信心来服侍的时候，信的人就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透过他们所传的透过神迹来证明什么？耶稣的话语是真实的。那圣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
今天我们要回应神哦，就是第一个，真的假的？我相信吗？我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吗？接受他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救主吗？这是一个你对你的使命接受差遣一个很重要的回应。我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你走不下去，你传不下去哦。当牧师已经进入26年了，如果耶稣不是真的，我走不下去哦。如果十亿奉献没有照上帝的话语说，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牧师哪能奉献得下去？牧师又不是傻子，对不对？但是当我凭信心去经历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打开天窗供应下来，不然我没有办法继续奉献，没有办法继续服侍，就是因为神迹奇事证明上帝所传的道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我来。你来吗？我们要活出复活的使命哦，你愿不愿意哦？我们一起站立哦。我们所传扬的耶稣是一个胜过死亡权势的耶稣，没有一位救主是为人而活、为人而死、为人而复活，只有耶稣。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公开走出和开收入，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今天让我生？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抛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救赎，他已完成伟大救赎。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复活？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今天让我生？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公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同来欢呼，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再来一次，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我们拍掌，将荣耀归我们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你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主啊，你的应许永生给敬畏你的人。
因为你应许说，信的人有神机奇事随着他们。最大的神机就是有永生，最大的神机是主你从死人中复活。主啊，今天我们才能够拥有这样永活的盼望，即使是死亡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充满你们，愿天父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包围你们。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相信主，你是真正的复活，你是复活的主，你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你是可以应许我们永恒生命的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请坐。哈利路亚！我们要再继续来唱《耶和华是我牧者》，我们一起来拍手。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当我进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过水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我要住在你殿中。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啊，愿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啊，我们彼此来祝福。我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可以领这个复活蛋哦。
好，可以，谢谢。我大力。